1月21日係歐斯達神父嘅忌辰，今年亦係歐斯達神父逝世33週年。澳門聖老靈座堂於當晚舉辦歐斯達神父紀念管風琴啟用音樂會，當晚演奏嘅曲目包括歐斯達神父嘅合唱同管風琴作品，管風琴獨奏由黃嘉熙演奏。而合唱部分邀請到本地合唱團英明合唱團獻唱。由黃嘉琪指揮，沈詠堯伴奏。喺音樂會中段，由教區禮儀委員會梁啟信聖樂總監介紹管風琴嘅基本資料。呢座管風琴由英國 J.W. Walker 於1870年建造，最初設於威爾斯一所女修院嘅聖堂裏邊，內設13支音山、637支音管、2層鍵盤以及腳踏鍵盤，以傳統槓桿機械操作。管風琴嘅外形及音色都係維多利亞式。呢座管風琴喺2025年運抵澳門，成為目前喺大中華地區最古老以及仍然運作嘅管風琴。該堂主任司鐸劉偉傑神父表示，歐斯達神父曾任聖老靈座堂嘅主任司鐸，亦係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嘅創辦人及首任院長，更係當時澳門音樂事業嘅領航人。佢喺擔任主任司鐸期間，有一個心願，希望喺聖堂裏邊設置一座管風琴，因此該堂增設呢一座管風琴，就以歐斯達神父之名而命名。以表紀念之餘，聖堂亦與聖約瑟大學持續進修部合辦管風琴課程，希望可以喺天主教聖樂文化方面培育更多音樂人才。音樂會最後由劉偉傑神父降福後結束。